虽然看天气这几日咧北部直直落大雨，也造成灾情。台铁的并溪线已经连续3天袂当行，领卡车站附近的天气路这路基楼起大约是有100外米长。伫咧新北市的十指山区，也有几难大发生土石流。伫咧长青路和北联路附近路段地基楼起，另外空灵街也有冻土墙的土石崩落车路，附近的住户也赶紧疏散。 北台湾雨有较细，气象署22暗9点解除大规模雨作业，严格继续发雨特报。宜兰县新北市加台北市山区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者是雨。 在明后2天，基本上水汽还是会比较偏多的一个情形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像是在整个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，整个雨势上都还是会比较持续一些。那并且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。另外，在桃园以北以及花莲地区的话，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状况。气象署讲，雨甲前几天比会愈来愈缓和，所落来几天明显降雨的情形会降低。不过，这几天的大雨已经造成真侪灾情。 通往老爷山庄的这条道路路面塌陷，地基流失，出现一大片的缺口，甚至摊方的大量土石更冲刷到下方道路，阻碍通行。雄雄下来土石落谷梅，当地在地社区主要对外的道路，大范围的崩塌灾害，也和长青路部分路段一半的路拢无去。新北市十指的山区当地大雨对外交通也拢未通，树仔岛淹水土石流灾情真多。北联路3段也发生路基挖空去，大面积的土石崩落，车路一边拢塌落去，现场由封锁线戒备，就连边地也状况。可能过这边挡土墙崩落，土石冲的路的顶头2间大户徛家离边坡不到2公尺。10年都没有坍方过，上面本来有一个凉亭了哈，全部都坍下来，谁知道这样子？ 规涂骹落过梅水，当基区继续清理，大雨也紧急疏散。本来未通的路，22下昼初步抢修，已经车会当过。这几天的大雨也和代替并溪线、鸟卡车站附近的铁基路路基拢挖空去，铁路边的土石拢下来坎卡去，铁基路停在半空中。今天就看怎么来复旧，那这个部分要等天气好了才能够动。 代替宜兰公务处的人员甲专家22下昼到现场会勘，连续几日天大雨，代替并溪线自20就停驶一直到即马。无想到讲代替人员伫咧巡的时阵，发现铁基路下骹的边坡向下骹出差不多30公尺落去，路基流失100公尺。另外，台北市阳明山金山路101巷有大片土石崩落，有民众驶车时阵挡条街，也能看到规片的山石下来，还有一台箱仔车和土石流塞的。 行，互人看到真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